我想問拍 YouTube 係咪一定要有嗰啲特定嘅開場白，即係好似 Hello YouTube、好似 Take a Chin 嗰啲咁？開場白呢一樣嘢，我諗都係拎個儀式感啦，等人哋易啲認得你。都相信呢，冇人好似我咁樣拍 YouTube 呢個開場白係咁撚長、咁撚沉。喂，呢個年代睇嗰啲 Reels 啊、TikTok 啊，2秒吸引唔到啊，即刻下一條片啦。可能你都會諗緊，我究竟係幾時訂閱咗呢條撚樣嘅呢？咁其實就唔重要嘅，因為我預咗呢一條片呢係冇人睇嘅。喂，咁你睇緊呢，我真係恭喜你啊！即係 Happy New Year 嗰啲恭喜你啊！即係恭喜發財、出入平安嗰啲咧。咁其實發生咩事呢？就係我原定呢，就打算係2026年出一條玩具 repaint 嘅影片嘅。即係我相信大家都明啦，即係工作就好撚忙啦，即係放工又要碌 IG、碌 YouTube、碌 Flash、碌 Twitter，飲飲食食，再加上一堆嘅拖延症啦。即係有砌模型或者玩玩具嘅朋友都知啦，你見你成堆山積、成堆未開嘅玩具，你就知你幾撚忙啦。所以我自己都好想戒甩呢一啲壞習慣。依家睇緊呢一條片呢，其實係我對自己嘅承諾夾硬死出嚟嘅一條片。咁我諗自己嘅定位都係圍繞住一啲日本嘅動漫同埋特攝嘅個人分享啦。咁你知點解自己訂閱咗呢個 channel 啦？喺玩具方面，鑑於我自己係一個死窮人啦，就唔能夠好似其他 YouTuber 咁每一日都可以開箱，所以我要求自己每個月出到一條片呢，就已經好叻仔㗎啦。咁呢個 channel 嘅前身都係講一啲特攝相關嘅影片啦。咁我覺得自己做嗰啲片呢，其實就好入嘅啫。其實都有段時間係比較多人做，即係廣東話市場咁啊，例如迅雷進啊、太郎君啊，仲有一個叫做大學廢青窿，即係大家都會察覺到佢哋嘅 YouTube 係好難經營落去啦。當然啦，現實上可能有好多問題要處理，工作亦都佔咗好大嘅部分啦。但其實我覺得有部分嘅觀眾其實都係話鳩知你死啊，因為講真，屌你返工關我撚事咩？同你有親咩？咁講返我自己啦，我又冇阿刀同肥太郎咁有 character， 談吐嘅技巧咧，亦都唔係特別了得。我仲記得當年咧，膠太郎有做呢個蒙面超人嘅懶人包，不過應該停止咗更新㗎啦，永世都唔會更新㗎。全面停止更新。咁另一方面就鑑於呢個蒙面超人 Spirit 嘅漫畫已經結局咗，打贏咗 boss， 做緊日後談㗎啦，大概1年嘅份量左右啦，即係2027年嘅到㗎啦。因為呢個漫畫真係連載得太耐啦，所以好多細節呢我都唔係好記得㗎啦。再加上同 TV 版相關嘅彩蛋呢都唔係好記得㗎啦。咁就想借住呢個機會，不如做一個整合嘅時候，整埋條懶人包得唔得呢？咁又要翻睇，又要整合資料，製作時間呢就一定長㗎啦。所以我都好驚自己走自己數，因為條片太短啦，所以呢要揾啲嘢繼續 up 落去啦。咁話說上年小弟就 quit 咗份 full time 啦，即係嗰啲福利好，每年又有雙糧，又唔會炒你嗰啲工啊。不過 Covid 之後就 cut 咗個雙糧啦，就變咗計 percent 嘅 bonus 咁樣，所以個福利係少咗好多。不過呢個都唔係我辭職嘅原因，係純粹我覺得喺呢間公司太耐，我學唔到新嘅嘢。咁我依家主要都係炒散啦，乜嘢類型嘅工作都會做嘅。咁都想講翻同個 channel 相關啲嘅嘢啦，因為以前學日語咧一直都係自學啦，睇動漫啊、特攝啊、日劇啊、聽歌咁樣學嘅啫。雖然去旅行嘅時候，旅行用語一定夠用啦，我亦都同日本朋友係溝通到嘅。咁不過就未犀利到完全唔用 Google Translate 同埋夾雜住英語。即係 shit 咯屌！上年係多咗時間俾我認真去惡補翻自己啲日語啦。咁我到依家都未考過 LGBT。我依家都未考過 N3 以上嘅 JLPT 嘅，我唔知自己嘅能力去到邊啦，即係都會見到我講得好含糊啊。究竟我嚟緊係考 N3 啊，定係跳級考 N2，定係個目標再放遠啲，一嘢考 N1 呢？即係又好似發覺自己嘅野心未去到咁大啊。總之日語方面呢係我其中一個興趣啦，我都有好多唔同興趣嘅發展。咁其中一樣呢，嚟緊就會成為我嘅職業啦，只能夠透露係同飲食業相關。咁因為十劃都未有一撇啦，我唔想衝出嚟柒啊，到時我撈唔掂嗰陣呢，俾人指住嚟笑嘅話呢，我嘅弱小心靈呢都會受到好大嘅打擊噶嘛。等我睇睇個鐘先，咁條片應該差唔多夠長度噶啦。咁埋尾又分享埋我上年 quit 咗份全職之後有啲乜嘢嘅體會啦。
咪有一句説話叫做人揀你，你揀人嘅。我覺得係可以應用喺好多唔同嘅場合啦，例如係工作咁啦。雖然我之前返嗰份工呢，就冇話特別唔中意某一啲同事，或者同某一啲同事呢係關係唔好嘅，但係其實大家個 vibe 呢就唔係咁夾，所以呢都只係停留喺同事嘅層面，就冇成為到朋友啦。咁早幾年有移民潮啦，咁我亦都有啲親戚係搬咗去外國度住啦。咁上年都有去英國探我啲親戚同埋屋企人啦，我都覺得係幾得意嘅，第一次去歐美國家。咁如果遲啲有一啲又係出唔切片嘅時間呢，睇下有冇機會分享呢一樣嘢啦。屌，好似講得太遠添。咁亦都巧合地，我喺香港冇咗一啲好 close 嘅朋友，即係當時啦，我上年 quit 咗之後呢，反而識咗好多新嘅朋友，亦都開心咗好多。就係想分享呢一樣嘢咯，工作又好，學校又好，有時就係朝見口晚見面，但係就係唔啱 channel 咯。即係工作就話唔啱可以轉過另一份啫，咁但係讀緊書嘅時候，你唔係話轉校就轉校啊嘛，呢啲情況都會幾無奈咯。我個人睇法就係無論你返工定返學，就算我依家返part time，其實放工都會好攰噶嘛，但係再攰都好，你都要抽一啲時間去參加多啲唔同嘅活動，未必去學一啲好難嘅嘢，可能學一啲好簡單，參加啲好簡單嘅 workshop， 去同朋友出下街食下飯，見識多啲未接觸過嘅嘢，記住係一啲新嘅嘢，因為你只有接觸去新嘅領域，你先會識到新嘅朋友。即係識新朋友呢一樣嘢呢，就唔係你去選擇噶嘛，唔係好似打機咁你可以揀角色噶嘛，每一個相遇都係偶遇嚟噶嘛。咁你唯一嘅方法就係你擴大個機率咯，參加多啲活動咯，出多啲街啊。即係又用翻人揀你，你揀人呢一句説話啦。有時我都會諗，可能我喺某一個朋友眼中，我就係嗰一個唔能夠令佢進步嘅人都唔出奇。你咪令到自己變成一個自己都滿意嘅人咯，令自己變成一個可以同朋友一齊進步嘅人咯。咁但係每個人都要為自己負責任咯，即係好似我呢條片咁，屌你都冇人睇㗎啦，但係我就係要對自己負責任，要出呢一條片咯。條片應該夠長啦，係咁啦，拜拜。